目，大外檔仲有細水長流啊！最後百零米啦，深紅紅拋離咗一個身位，中間紅衣醒目追緊佢，外邊仲有隻細水長流啊！接近終點，深紅紅贏啊！跑第二名外邊追上嚟，細水長流啊！第三名呢，咁啊大熱門紅衣醒目喎，第四名要影啊，外邊凱旋幸運入。9場野馬賽事啊，今次賽事焦點呢，就落喺第5場香港會杯，而賽事跑道呢，就用全闊 A 跑道賽跑。咁啊，初步見到冠軍騎師潘頓啲坐騎呢，好幾隻呢都係最近搏失咗嘅，好似好有機會，但係呢就熱到飛起，之前有入過 Q，但係就贏唔到。咁就好似第一場暴風雷就係最佳例子啦。上次跑 Q 都係最近搏失咗嘅，連場搏失，咁啊又贏唔到。大家都要留意一個直播咯，抵唔抵買啦？好，先講第8場賽事，1號隻凱旋星啊，啱啱就喺 IJC 嗰日俾莫亞爆冷贏咗隻凱旋星，咁啊贏得好精彩。咁而凱旋星同程上名率呢就有40%，嗰次贏馬呢就全程包尾，好後位置，後邊衝上嚟贏馬嘅莫亞就居功至偉啦。咁但係呢，今次就配阿周俊樂，咁啊但係配周俊樂都唔曳嘅喎，因為再之前嘅賽事呢，阿周俊樂呢同隻馬都跑入過 Q 嘅，就跑第2，人馬都非常之合拍。不過呢，周俊樂呢騎嗰次係 B 跑道啊，就放頭跑，就放返嚟嘅，就跑過第3。今次呢就係用全闊 A 跑道啊，就比較上嚟後追啊，後上馬就會比較着數啲。咁啊，況且1號呢，凱旋星呢又抽11檔喎，即係如果放頭呢，就始終都係嘥啲力水要切埋欄啦。咁有機會同其他放頭馬鬥燒，重磅又外檔爆冷完呢，就切記追保尾啊！咁我就唔睺呢隻嘅啦。好啦，2號嗰隻廖康明嗰隻朝成呢，同程上名度呢就60%啊！即係如果唔計嗰隻11號太太精神嘅話呢，咁啊算係全場同程上名率最高噶啦。雖然太太精神呢就上名100%啊，但係嗰隻馬呢就始終就配潘頓就會好啲，潘頓就即係都唔睺啊。咁啊加上呢太太精神呢，就成日就忽長忽短，又跑長途又跑短途，又換人就成日又換人跑啊。咁啊先前呢就配艾杜拿啦，咁又試過配艾少禮，咁啊之後又配田泰安，今次又就配蔡明少，咁啊又唔見話即係都係最近嗰幾次都唔算話跑得好好，咁啊真係似乎都係陪跑居多啦，都係要揾翻阿潘頓跑太太精神先至睺。咁啊再講翻隻朝成啊，始終同巴道嚟講呢，就十分之合拍嘅。咁啊，淨係計最近一次呢，就喺上季尾636場次啊，就喺內欄較前嘅位置放，但係就喺入邊失咗冇位衝啊，就跑第2入 Q 啊。而今季呢，最近嗰2次啊追唔切啊，最叻都係又係跑翻入 Q 第2。不過隻馬就唔怕重磅嘅，試過呢喺4班尾131磅呢都跑第1。同嗰隻勇霸龍穿 Q 塔，而勇霸龍今次又喺同場跑，但係朝成呢始終都係配巴道會好啲嘅。你睇翻賽績啊，配巴道贏過4次啊，入 Q 跑第2都係4次咁多啊，4 win 4 Q， 人馬合拍程度可謂天衣無縫啊，冠絕全場啊！今次同場對手無多，好多都係似是而非，好多對手都係屬於難贏嘅馬嚟噶，所以今次呢就睇好朝成嘅贏面壓1高重入雲啊！
咁啊，至於勇霸龍啊嘅同程上名率咧就有53.8%，就好似幾高下。咁咧，但係咧佢都係招招醒嘅提下敗將嚟嘅。咁咧最近連續2場咧都俾兩大高手騎過。咁啊，莫亞啦同埋麥道朗啦都贏唔到勇霸龍。咁咧最叻咧就係配麥道朗啦，咁都係跑第4嘅啫。咁啊，上次配莫亞咧賽績倒退啊，仲曳啲添，咁啊跑第11添。咁隻馬已經可能食飽，即係贏馬食飽咗啦。咁啊，今個月9月10號交代晒㗎啦，所以咧隻馬都係似乎都係等減分落班先至會好啲。咁啊，嗰場100場次咧跑第2入 Q 嗰隻咧，至尊貴寶啊，其後11月5日啊，咁啊已經贏咗啦，即係勇霸龍跑第1，至尊貴寶跑第2，咁啊其後至尊貴寶再喺12月5日再出，咁就已經贏埋，咁啊所以由此可見咧，招醒啊，賽績係非常之硬淨嘅。另外講翻嗰場158場次咧，跑第2入 Q 嗰隻至尊貴寶咧，其後11月5日，咁啊再出就已經贏咗啦。咁咧，如果你睇翻158場次咧，就可以見到招醒咧都係唔惹少嘅。至於3號冚天鐵翼咧，就布文騎開嘅，咁啊人馬又合拍啦，重磅又得。只不過可惜咧就心律不正啊，隻馬就比較紮實，就影響近期嘅表現啊。咁啊呢隻馬就直頭唔睇好啦，可以睇少隻。咁啊6號嗰隻姚本輝嗰隻輕功猛男啊，呢隻馬咧就雖然寫名咧就係50%，落4班嘅把握機會就似乎就比較高好多。隻馬咧同阿霍雲星咧就始終都係比較合拍啲嘅。因為咧，霍雲星係贏，即係始終贏過呢隻馬啦。咁但係跑贏咗之後，騎咗2次之後咧，就唔騎啦，贏咗一馬升班，咁啊唔覺有咩進步添。咁啊，霍雲星唔騎，咁啊隻馬即係次都係陪跑分子啦。今次就換人騎，即係唔多睇好啊。咁啊，至於另一隻同樣上名率有50%嘅咧，就係好節拍，即係全場最低分嗰隻啊，最輕磅嗰隻啊。咁啊，似乎咧同阿周俊樂就比較合拍啲喎，因為最近3次嚟講咧，就同阿周俊樂都跑獲咗優邊一 Q 啊，反而配合潘寧輝咧，啱啱嗰次就跑第8，就唔見有咩進步。今次馬房咧就特登咧就幫隻馬綁嚟同埋加個羊面箍，即係馬房咧都知道唔係隻馬都唔係好掂啊，咁啊都係要幫隻馬試下睇下有咩即個效果睇下會點，即管睇下點先啦，都係冇乜信心㗎呢隻馬都係，反而咧同程上名率又係50%嘅咧。咁啊，數落咧都係方嘉柏嗰隻，爭取中獎就機會比較高啲。咁啊，呢隻馬真係要及實啦，因為咧馬房嗰啲側身馬長期持續都係比較有好表現啊。上次初配幾人安都跑得好啊，今日跑翻個第4，即係唔算好差。加上今次配何澤堯啊，咁啊〜都唔好睇笑啊，因為咧隻馬之前一次就係何澤堯贏嘅，咁今次又抽二檔，咁啊加上又輕磅，都係其中叫馬之一嚟嘅。咁呢場咧2號廖康明嗰隻招醒就買 Win Pay 就穩膽啦，咁就 Q
同 QP 連贏韋志 Q 咧，就2號搭翻嗰隻10號啊，方嘉柏嗰隻精彩中獎。咁啊，方嘉柏鬥廖康明都幾好睇嘅。咁啊，睇下邊隻跑第一啦。好，講第3場，上次韋達馬房咧就起用金美琪啊，就跑4班同程1650米，就認真唔好彩啦，遇上強勁嘅對手雙影紅啊，嗰隻馬就配莫亞，咁啊輸咗隻俾莫亞嗰隻雙影紅，咁啊雖敗猶榮啊！加上呢隻古惑馬長勝將軍啊，今季喺第2次嘅賽事啊，第99場次啊，今季原本咧就已經想25倍獨贏監生攤，結果就唔好彩啦，俾潘大偉跑 Q 輸咗啊，俾佢哋泛泛有餘，咁咧就已經係盡晒力㗎啦，潘大偉嗰次，咁咧之後再出喎，又連翻入位跑翻個第3，咁但係今次咧就換阿潘頓上去，咁啊潘頓咧仲要肯超重200公都騎啊，即係唔係講笑啊！咁啊睇嚟今次再次跑 Q 又冇乜難度可以贏嘅，咁如無意外啊，甚至幫韋達馬房啊呢隻馬今季順利開齋，簡直就易如反掌啊！理由咧就係馬房唔服氣啊！咁啊真係冇睇少呢隻潘大偉嘅寶藏。咁啊賽績又硬淨，加上咧連番場次潘大偉都跑得好，咁啊有成1Q 1P嘅，咁啊真係都令人眼前一亮啊！潘大偉跑呢隻即係馬已經執到㗎啦，咁啊計埋金美琪嗰次咧，今季淨係跑過一共6次賽事，已經咧有2Q 1P啊，上名率就高達50%，咁啊相當之高啊！咁由此可見咧，韋達有心搏呢隻馬就毫不手軟啊！加上今次揾埋冠軍騎師潘頓，擺明唔同呢隻客氣啊！咁呢場就用12號潘頓嗰隻長勝將軍做穩膽 win pay， 主連贏同埋韋志 Q 同 QP 就以為方嘉柏隻起碼。呢隻馬又係潘大偉嘅寶藏嚟㗎，上次跑第4，咁咧今次方嘉柏就嗱嗱聲就揾巴度上去騎，好可能咧就呢場嘅伏兵嚟嘅，真係要提防呢隻比較側身嘅馬。咁啊講開又講啊，值得一提嘅就係長勝將軍，以我嚟睇咧就有啲蠱惑嘅。如果呢隻馬大熱死火咧，就不妨及實第4場7號。同馬房又係同主馬嚟嘅，呢隻上季尾咧由霍雲星係贏過嘅馬嚟嘅，就今季咧就係跑4次咁多咁大把，就已經啱啱嗰場咧就已經係跑入位置㗎啦，又係未交代喎，今次又落喺潘頓手上，真係提防馬，真係要提防馬房聲東擊西啊！呢場先至贏，咁啊如果嗰隻死火嘅話，長勝將軍你就第4場7號。呢隻長勝力駒啊，又係潘頓騎啊，大家留意下啦。
目，大外檔仲有細水長流啊！最後百零米啦，深紅紅拋離咗一個身位，中間紅衣聖木追緊佢，外邊仲有隻細水長流啊！接近終點，深紅紅贏啊！跑第二名外邊追上嚟，細水長流啊！保良局杯啊，跑第二名，第一次過嚟沙田喎，細水長流啊！第三名呢，咁啊大熱門紅衣醒目喎，第四名要影啊，外邊海船幸運，入邊係陸小鳳。